Hello 小朋友，我係 Sheldon 媽咪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叫做《自私浣熊的洗洗店》。浣熊一家做咗一啲自私嘅行為，令到佢哋自食惡果。究竟佢哋發生咗啲咩事？我哋大家一齊睇下。喺森林入邊有一條河流，而呢條河流就係所有動物攞水源嘅地方。有一日，浣熊一家佢哋喺河流最平緩、最下游嘅地方開咗一間洗洗店。呢間洗洗店好大㗎，佢哋唔單止可以幫動物洗衫、洗菜，就連唔想沖涼嘅小朋友啊，佢哋都可以幫你洗埋。間洗洗店霸晒成個下游，其他動物想自己洗嘢，不過連少少位都冇啊！如果要自己洗嘢，啲動物就要行好遠嘅路，走到去上游。其實所有嘅動物都好唔滿意浣熊一家，覺得佢哋太自私啦。森林係屬於大家噶嘛，條河亦都係屬於大家噶嘛。不過佢哋亦都冇辦法，因為要行到去上游先可以自己洗衫，實在係太遠太攰啦。所以好多動物都唯有幫襯浣熊一家嘅洗洗店。而令到洗洗店嘅規模越做越大，佢哋霸嘅空間就越嚟越多。浣熊爸爸仲好得戚咁話：你睇下，呢度係最好嘅位置，我點都唔會讓出嚟噶啦。夏天好快就到啦，即係話雨季好快就嚟啦。有啲好心嘅動物，佢哋提醒浣熊一家，之前雨季嘅時候，河水會好恐怖噶，河水高漲，會有氾濫嘅危機，不如你哋休息一排，等到雨季過咗，你哋先至再開啦。你哋間洗洗店喺下游，可能會俾河水沖走噶。好可惜，浣熊一家唔單止冇感恩動物嘅提醒，佢哋仲哈哈大笑。哼，我先唔會走啊！咁好嘅位置，我一走就俾人搶咗啦，咁點算啊？雨季好快就嚟到啦。喺某一日嘅傍晚時分，浣熊一家好似平時咁樣收拾東西，準備返屋企。點知突然間河水高漲，上游仲有大量嘅河水湧落嚟，弊啦！河水唔單止沖爛咗洗洗店，所有嘅物品同埋浣熊一家都沖咗落水啊！所有浣熊都捉住啲木板同埋木台，大聲嗌救命。不過當其時橫風橫雨，雷電交加，所有嘅雨聲同水聲加埋，都蓋過咗佢哋嘅救命聲啊！情況真係好危急啊！正當大家都以為今次實冇命啦，突然間有一隻手捉住咗浣熊爸爸，原來係河狸一家。河水將浣熊沖咗去河狸家嘅圍欄。河狸一家手拖住手，一個一個咁樣將浣熊救返上嚟，實在太好啦！我哋大家都冇事啊！浣熊一家真係好激動啊！佢哋終於都獲救啦，大家攬埋一齊大喊啊！河狸爸爸話：今次件事未完㗎，你哋嘅洗洗店被沖爛咗，而家所有嘅物品都塞住咗喺條河入邊。等到停咗雨，你哋一定要幫手清潔啊！如果唔係，下一次落大雨嘅時候就會水浸噶啦。浣熊爸爸一聽到水浸兩個字，就已經嚇怕怕啦。佢即刻就答應，仲話一定會幫手添啊！終於都停咗雨啦。浣熊一家好守承諾，佢哋真係好努力咁樣清潔水上面嘅垃圾。其實唔止浣熊一家啊，所有森林嘅動物都一齊同心協力，將垃圾撈上岸，將條河變得乾乾淨淨。梗係啦，條河大家都有份噶嘛。雨季好快就結束啦，洗洗店又重新開張啦。不過今次浣熊一家佢哋唔再自私，唔再霸住條小河啦，佢哋變咗撐船，仲將洗洗店變咗做移動式嘅洗洗號添。實在太好啦！小河又變返同以前一樣，大家都可以隨便使用。小朋友，自私嘅人淨係會諗自己而唔考慮其他人嘅感受。
雖然佢哋有可能會獲得短暫嘅利益，但係最終都有機會自食惡果㗎。自私嘅人好難同人哋合作，其他嘅小朋友都唔會鍾意同佢玩㗎。記得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